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。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，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